各位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聚集来敬拜。那今天是国庆的连假，所以可以看到，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人回来，有一些人是出门的部分。但无论如何，也愿主在今天的礼拜中赐下安息。而今天也是青年主日，那我们在礼拜的开始前，邀请我们一起为今天的礼拜来做一个默祷预备心。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诗篇100篇1到2节这样说。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每一次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更多明白你比我们的愿意更深的愿意你主动来亲近我们。主啊，我们每次都更深的明白你的爱，而且也明白我们真的需要你。所以亲爱的主，愿你在今天的礼拜中给予恩典引导，帮助我们能够走你所为我们安排的道路，这会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福气。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用十字架这首歌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诗歌。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救赎。再次耶稣，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我们再一次来说。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这个时候，邀请我们恳求主圣灵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恳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在他面前纪念他十架宝血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亲爱的父，在我们生命的许多辛苦、疾病还有苦难中，主啊，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心意，还有你要给我们的路。但是主，每当我们仰望十架的时候，每当我们在主日看到聆听你是如何在十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宝血的时候，主啊，我们明白在每个苦难需要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是比我们走在前面的主，你是走过这一切苦难的主，而你也从这些苦难中得到荣耀。所以，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我们都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再次记得我们走的路不会是白走的，我们所付出的辛苦，若是依靠你的圣灵，能够来修正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你要给人的平安是大的，你给人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给人平安的意念。所以，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礼拜都深深的来依靠这份平安、这份恩典，还有你对这个世界最美善的心意。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做第一项公祷。邀请我们为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周遭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切慕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且也求主兴旺教会，宣扬福音。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亲爱的父，在今天的礼拜中，愿你帮助我们的生命重新对焦在你的国和你的义。父啊，帮助我们的生命转向，知道那长存的并不是这世界的国，而是你的国。父啊，所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的在你面前来寻求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地上，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家人、朋友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引导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经历福音，体验你要在这世上所实行的福音。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为自己、家人还有朋友的需要祷告，恳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有怜悯的心，能够来陈列我们自己的需要，也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代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为了我们毫无保留的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这份爱，主啊，愿你今天深深的扎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当我们领受到这份爱的时候，我们也领受这个世界的怜悯。愿你帮助我们周遭这些在病痛、苦难中有需要的人，加给我们内心明亮的负担，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给予，更努力，帮助我们的给我们力量。主啊，愿你看顾我们身心灵上的需要，使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那真实的帮助，而不是往错误的方向去寻求、去抓取。亲爱的父，愿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引导我们，去渴慕那真实的方向，去抓住那真正使我们饱足的奶和酒，使我们的心不致干渴。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接着，我们为教会生活以及今日的礼拜祷告，愿主圣灵在礼拜中动工，然后也愿主赐福给教会中各样的事工，不是者也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力量。亲爱的父，我们要说，我们能够侍奉，我们能够来敬拜，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因为在平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需要被翻转，那么的需要你。但是主，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服事、每一个敬拜、每一次礼拜，是你帮助我们能够抓住那生命真正美好的方向的方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每一次的恩典，在每一次的侍奉或是敬拜中，都能够将荣耀归于你。
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惠，求我们能够把握这样子的机会，一次一次的能够更亲近你，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而且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那么多的不足，而你是借着礼拜，借着侍奉，在更新调整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界，使我们能够更亲近你，看到如同你所看的，体会如同你所体会的。愿你帮助我们的心，如同你一样充满怜惜，还有慈爱，而且有公义，能够来面对世界上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再用十字架这首歌，帮助我们更深的默想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好我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为受鞭伤，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亲爱的主圣灵，若不是你的圣神在我们当中动工，我们并没有办法把世人看为苦难的十字架看作荣耀的记号。所以亲爱的主圣神，孩子知道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深深的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当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信心去相信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永恒的，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又真又活的。你也借着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诉说你的荣耀，还有见证那真实可靠的恩典。所以亲爱的主圣灵，愿你在今天的礼拜深深的继续触动我们的心，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为着这一条路来高声的颂赞你，荣耀你。因为当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你就把你属天的荣耀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惠，我们不配的人在你面前这样子欢呼歌颂赞美你，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蛮有能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一次恳求主，让我们了解这份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战胜忧虑，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一次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生命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愿主借着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新的意象，还有新的方向。愿他对我们生命中举的那样子新天新地的应许，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还有喜乐。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的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你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都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你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这个时候，邀请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做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不看这世上的荣耀，更是注目在他属天国度的荣耀，知道他的荣耀最终要临到这块土地上，而不是如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是紧紧抓住的。我们为着这样的看见，还有那属天的荣耀，来大声的跟主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在这边来跟你呼求你属天的荣耀，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知道你要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实行的事情。哇，我们的盼望在于新天新地，而不在此时此地。哇，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就有勇气来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原本不属世界，而是属于你的国度。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生活。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来呼喊你，而不是渴慕世界上的事情。愿你帮助我们来赢得这场征战。谢谢。我们再一次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都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你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我们求圣灵更深的激动我们，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
圣灵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时常会忽略万事万物本是你的恩赐。父啊，当我们忽略的时候，我们时常是转头没有办法看见你。但是主，在这样的时候，你却永远不撇弃我们，反倒常常差遣耶稣基督他的仆人或是各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主，你是怎么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抓住这至宝贵的救恩，就能够急速的回头，不致陷落在罪中。主啊，为着这样的恩典，愿你帮助我们更深的信靠你，也相信你圣灵的大能必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罪恶还有黑暗的权势。亲爱的主圣灵，愿你今日施恩在我们的身心灵当中，使我们得到那真实的饱足，有盼望的力量，来尽心爱你，也爱人如同自己。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使徒行传第2章37到3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们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大家觉得很扎心，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献诗，灵音献诗，我们今天请提摩太牧区的灵音献诗，你是我的天父。
讲道。今天请雅婷神学生来主理讲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信靠顺服，得救蒙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哦，雅婷来到我们富强教会，已经满1年又1个礼拜在这边得到这个夏牧师、谢牧师，还有雅茹传道，以及我们众长老、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对雅婷都很照顾。雅婷刚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好，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因为洗礼其实是我们需要我们全人的信靠，然后能够顺服着这样的一个礼仪，让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得救以及蒙福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就先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全知全能，并且一直保守着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赏识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有这个玛利亚的心志，让我们渴望领受那上好的福分，可以专心致意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在教堂里面、教会里面，或是在线上，我们都能够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要照亮我们的生命，温暖我们，照亮我们的黑暗，也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那我有一次在参加提摩太团契的时候呢，就看到就遇到一位青少年，那就跟他聊天，因为他已经大学了哈，那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参与，也来我们教会好几年了，而且他都有很固定、很稳定来参加团契，那又甚至也有参与在服事当中，所以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洗礼啦？结果他回答说，没有。那我就有点心急，我想，就赶快想1、2个理由，想要劝他要可以有想要洗礼的心志。结果他听一听之后，他回我说，不用那么早洗吧。然后我就想，这样子那不用这么早，到什么时候你才想洗呀？所以我就想，这个我自己应该也要好好整理一下，到底洗礼是什么意思，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那所以这也刚好也让我回想到我自己受洗礼的过程。我呢是2000年的时候才因为结婚，然后才进入到教会。我先生他是第3代基督徒，我会受洗跟我先生有很大关系，因着他坚决的觉得我就应该要受洗，他觉得我是基督徒啊，我的老婆怎么可以不是基督徒呢？他是这样心智这个在带领我。那他是一个很信仰坚定的人，所以我们1年呢一定会去教会做礼拜53次，包括新春礼拜。所以对于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我来说，其实结婚后的生活都很不错，就是做礼拜不好，因为听不懂这个去做礼拜就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呢又没有什么小组啊、团契，我都没有机会参与，可能也跟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参与。那后来还好，就是我先生出国去工作所以我就自由选择不去教会。那可是又过几年之后呢，因为我就从工作上就先提早退伍，就开始有机会接触教会对，就去跟某个长老学插花，那也在教会的这个花艺就是布置会场这一些就参与在教会当中。那他们教会因为有比较多的小组，所以我就也跟着参加小组。那在参加小组过程当中，真的享受到团契真的好棒那个温度就感受到了那所以可是呢，我还是不喜欢去做礼拜那后来到2008年的时候，我先生看我这样都没有去做礼拜，那当然我的小孩也没机会去做礼拜所以呢，
他就决定辞掉国外的工作，回来带我去找教会。好，那就这样子，我就从我先生他的母会带我们离开那个教会，然后到别的教会去，哈，就到斗南教会这边。那去那边的时候，刚好遇到他们在办这个启发课程，啊，这个课程跟我们的幸福小组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啦，哈，那就也是用8周的时间，然后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啊，认识罪是什么这样。那所以而且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牧师他就都会在讲道之后报告的时候会提到说，我们今年感恩节啊，要办洗礼哦，这个有要洗礼的弟兄姐妹要记得几号前要记得去报名哦，那这个报告呢对我特别冲击，我就脑袋就开始有一种想法出来，这边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去报名哦，但是又另外一个声音就说，我们洗礼要跪在前面，我会害羞不好意思，就这么拒绝。那就这样子连续2、3周，到第3周的时候，我又在那边抗拒，而且这次其实是我最初的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就是我有选择宗教的自由，我用这个理由来拒绝。那结果这个想法又出现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是我，不是你选择我，是我拣选你。我被这个声音吓到，我真的是被他吓到，所以就乖乖的去报名哈，所以让我在2009年的感恩节真的就受洗了。那这样受洗之后，是真的有什么效果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人已经都有在参与我们的团契啊，已经都甚至也服侍，甚至也奉献，那这样子不就跟基督徒一样了吗？一定要受洗吗？我甚至也觉得我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主啊，那可是呢，也有另外一种想法是说，这个洗礼就是拿到天国的门票啦，拿到之后呢，就可以回家等死了，不等死了之后，来教会办告别式了哈，那洗礼真的就只是这样吗？所以我想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好了哈。好，那在看这个洗礼的意义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点点它的一个种类，还有它的部分哈，就是在制度面上呢，洗礼大体上分为这3种啊，就是成人洗礼、坚信礼，还有这个小儿洗礼啊。小儿洗礼当然就是指比较小的小孩子哈，婴儿这一类的，那他们就透过父母带他们来这边洗礼。可是那时候他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要等到他们成年之后自己再做坚信礼，他才可以成为陪餐会员啊。陪餐会员就是可以一起领圣餐，一起领圣餐。那另外呢，谁可以为我们施洗呢？洗礼其实并不是耶稣创的了哈，洗礼是这个施洗约翰，从施洗约翰才开始。那他呢他推这个悔改的洗礼哈，那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祭司的后代哈，他撒迦利亚的孩子，所以他本身那个时候他也继承这个身份啊，因此当然就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啊。那耶稣呢也是这样，所以他就去接受了这个洗礼。所以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以长老教会来说啊，我们今天都以长老教会的部分来谈，就是以牧师啊，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跟现任的长老来为我们在做礼拜，在教会，然后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洗礼啊，这是我们认可的哈。好，那洗礼的整个意义哈，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接纳跟授权的一个礼仪。还有使命哈，那受洗者他就因为信靠，他就能够认罪悔改，并且跟耶稣基督的死还有复活来结合，然后就把我们的那个老我除去啊，那我们就可以得救。那这个归在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那成为他的门徒，给及他教会的一个肢体啊。那大家一起在这边学习敬虔的生活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开始。那当然也是告诉我，我们受洗之后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做这些，或者是为了得到这些哈。然后把它分为5部分来讲哈。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礼仪也是耶稣接纳的因为我们刚刚讲洗礼并不是耶稣创的。但是他接纳，而且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他从2段经文告诉我们哈。第一段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的这个马太福音3章13节这边哈，他有跟我们说，就是他也去这个
他也去这个。不好意思啊，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在旧约时代并没有洗礼啦，哈，洗礼从施洗约翰开始，但是在旧约时代呢，有很多洁净的一个仪式啊，那就是都是跟水有关系，都跟水有关系，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但我们有罪，都多少有一些罪，所以我们需要透过除罪之后才能够靠近上帝，因此呢，就有这个模式、这个仪式来告诉我们。那洗礼呢，就是耶稣他去约旦河那边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且跟他说，这是一个当尽的一个礼仪就是应该就是要这样做，就像古代人要去拜师学艺，他都会有一个很正式、很隆重的一个仪式的开始，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在马太福音28章这边有告诉我们，这里也是耶稣他升天之前他升天之前给我们的给当时的使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呢要把上帝的福音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也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去相信，然后来成为耶稣的学生，和人们跟耶稣成为师生的关系师徒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成为就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学习耶稣他所对我们的一切的教导，然后去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上行出来。那这个继续传承这个使命，继续再去使别人也成为耶稣的再去使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而且其实他也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耶稣就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在台语版，你看他的翻译是说，我的日日甲恁伫地是随时每天的与我们同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照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再来洗礼，第二个就是提到说，是有圣灵的一个感动，说我们可以认罪悔改那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的恩赐。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这里有提到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那个是圣灵降临，就让这些使徒还有使徒他们就可以开始说方言然后传讲上帝的福音，那让这个当来听的人回来过节的人呢，他们也受圣灵感动，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发现那个罪，发现了自己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他们这个当初轻看耶稣、不认耶稣的那个悖逆于耶稣的这个罪，所以他们就觉得哇，糟糕，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要悔改，想要找方法，所以他们就去问彼得那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就跟他们说，要怎么样？要悔改，而且呢还要受洗，对，还要受洗，不是只有悔改而已，不是说我帮你祷告完就好，还要受洗还要受洗，然后你才能够这个除掉这个罪，那你的罪才能被赦免，然后你也可以因此而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好，那什么是罪当然除了这个罪，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罪，因为我们受洗完之后，也不可能所有罪全部不见，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还有什么罪比如说可能自私贪婪好色这个邪恶的想法啦没有爱等等，这有很多在圣经这几个章节里面其实还有更多地方可以看得到。那约翰一书这边他有做一个总结大体上可以分为这3类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总之呢，如果很多细项你想不起来，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个就叫罪那当然我们就要去知道那什么合神心意这就要从圣经来看了好，那洗礼呢，它就是可以让我们认罪悔改，那我们认罪悔改就一定可以得到赦免那这个当然这需要一段的时间，我们从不知道什么叫罪，不知道自己有罪，到知道什么叫罪，也知道自己有罪，这需要一定的信仰学习的过程
那当然有的很快，可能是圣灵感动的时候就更快那就像耶稣说的，圣灵来了，就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知道我有罪，我需要回转向主那悔改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弯，本来都是看世界、听自己的声音，现在我要来看耶稣，我只想先听听耶稣怎么带我这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是要有行动的是要有行动的。然后，那再来就是我们受圣灵感动，就是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悔改之后，其实你就能够受洗。好，我们刚刚说这个不认识，或是不愿意跟耶稣的时候，要邀请你受洗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当你真的发现自己这个不信实在是不好的时候，如果有人邀请你，你就会觉得，对，我愿意信他，我愿意跟随他这时候邀请你来受洗，我相信绝对是没问题的那所以这时候你能受洗之后呢，你就可以罪得赦免了你就对罪得赦免，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罪得赦的一个状态那也可以知道说，你就被上帝接纳他必会接纳你的这个认罪那你受洗之后呢，这个你就可以得到2个恩赐就是我们直接回忆一下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这是翻译的问题。不好意思，这认罪的部分我们再提一点，就是说，我们真的受洗就可以，就是这样个，甚至我们长老教会是点水礼可能会不会有人在想说，就这样滴2滴水，就真的罪可以洗清了吗？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水有什么魔力，有什么神力了而是说，是因着上帝的拯救计划，他让这个耶稣成为我们的代赎。因为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的罪一定要透过一个羔羊这个牛犊等等为我们做赎罪祭，那我们的罪才能除去，我们才可以真的不会带着污秽来到主面前，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呢，这一个计划在以赛亚书也提到说，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这些罪，他自己愿意成为我们的这个赎罪祭那他是一个义的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他来承担这个罪才有功效就好像2个有罪的人的话，另外一个有罪的人要替那个别的有罪的人要为他做保证，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是一个很有公正、很有公信度，是让大家相信他是纯然无罪的，那他来为这一个有罪的人做保证，说他现在悔改了那个可信度才会提高才能真正的被接纳所以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受洗呢，其实不可能马上所有的污秽都全部除去最主要是说我们不信耶稣的这个罪先除掉了但是呢，即使我们还有一些污秽，还有一些不好的，但是上帝仍然悦纳我们他仍然帮助我们，而且因着透过这个受洗，他更可以把他的圣灵加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呢能够去脱离这一些，因为我们可以认得罪，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好，那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私欲，然后也让我们有能力去对抗罪而且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应该说我们就会有无可指责就是无亏的良心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有的人能够认出自己罪之后是怕上帝，不敢见上帝但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他是要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有罪，但我更感谢耶稣为我代赎了，然后我去更靠近他。然后所以洗礼呢，就是靠着这个耶稣的一个救赎，然后我们即使没有办法靠自己把其实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的人还会继续犯罪那身上一些原来的一些老我、原罪、不好的个性等等，真的很难改真的很难改。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信靠耶稣，就来得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像以我个人来说，我在受洗之前其实真的我是一个很容易自卑的人，我是这个也很容易忧郁的人因为自卑的关系，所以其实在人际上也不会太好但是呢，在受洗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了哈。那因为以往呢，就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吧哈，就开始酗酒啊，那酗酒20-30年，所以这对我的成长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那一直到受洗之后，突然有一次做礼拜，我不太记得那一天的经文是什么哈，我知道就突然有一个感动，然后有个声音跟我说，我要饶恕我爸爸，我不要再怨恨他了。是的，所以那个怨恨的心突然就不见了。好，而且还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去爱我的爸爸，因为他跟我一样也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知道那不是靠我自己。好，因为即使说像在这之前我也学过心理学啊、諮商学哈，那都只能从那个专业知识上去了解到，可能有一个觉察的一个能力，但是却没有办法除去啊，就是自然而然就容易自卑，遇到事情就容易自责。好，所以当我受洗之后，这样的一个心态很神奇的就不见了。很神奇的不见，那我就感受到哇，那种心灵得到一个自由哈，都更自在这样子，可以更看清楚自己的有什么优点跟有什么缺点，然后在心灵上真的是得到一个真理的自由。这个真理就是我是上帝创造的，我是上帝因着爱而创造的，他创造我是有价值、有使命的。好，包括我们在座每位受洗的，其实上帝都是这样的来拣选我们哈。那因此好，这是我们的罪哈，这就是靠着上帝跟圣灵来帮助我们。那第3点我们来看啊，就是讲到说受洗就是归入主名了哈。这个华语的部分翻译的比较没那么好哈，只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但台语倒是翻译的比较对哈，跟这个原文的部分，就是说让我们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就是我们就属于在这个名之下哈，上面就归伫伊的名来对哈。我们先来回想一下说，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记得吗？有圣灵降临哦，不是鸽子降临哈，是圣灵降临哦。当他受洗之后呢，就突然天开了。天开了，然后而且呢，这个有圣灵像鸽子一样就落在这个耶稣身上，而且还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孩子在受洗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上帝他非常开心，我们终于回来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个仪式呢，就像这个样子，就像这样，就是一个公开的仪式，一个公开的接纳，然后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哦，这是我所喜爱的孩子哦。”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受洗之后，我们变成天国的儿女，是上帝的孩子。那我们也公开的来宣告，也是一个宣告说，用跟这个会众包括你自己，包括跟圣父、圣子、圣灵，甚至对撒旦、对这个黑暗权势呢，来宣告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是属于主基督的我属基督的所以呢，基督会保守我。那我呢，就从现在开始，我就会渐渐的去更清楚我自己的源头，我生命的源头。那我也更了解我自己的生命价值跟意义会很持平的来看待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低，或是把自己看高了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方向就会更清楚所以在这个过程，在你受洗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去学习、去认识甚至是顺服着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教导。那这也是在享受他的一个保守的一个过程好，第4点就是我们受洗，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钉十字架然后这跟他同死，然后同埋葬，最后呢同复活，可以得到这个重生重生出来，不是以前那个死掉然后他活起来
不是那个旧的生命，而是一个真的全新的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哈。那我这边有想到说，这个我们洗礼的时候，牧师都会问我们3个问题，对不对？有没有人还记得的？回想一下。好，我们直接看答案好了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第一个，谢谢你的天父，主基督为你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你有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吗？我们说 yes， 对不对？再来，所以2个都说 yes 之后，我们就要来念第3个，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这是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都会让我们决志的部分哈。那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那也跟我们说洗礼的这些功能了哈。好，那所以但也许可能真的有的还是会担忧了哈，说罪真的可以得这么简单就这样子都没了吗哈？其实当然不可能说一次的受洗就全部都没了哈，只是说这是一个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老我已经跟着耶稣一起死了。你只要相信，他绝对有这个功效。来，那再来有了这个重生的机会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教会因为这是一个连串的过程你做，然后来作为肢体我们看华语的。好，就是在预想这个天国的一个生活状态，也就是去一个永生的生活哈。那特别提到是说，我们进来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是因为身体就一个身就一个各为肢体，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刚刚说，你受洗之后会得到圣灵的恩赐，那这个圣灵的恩赐是照上帝的意思分给每个人，所以有的人会弹琴，有的人会在领唱，有的人会带小组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对于这样各种不同的恩赐呢，我们是应该要互相合作我们是要互相合作。那在经文上也很多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被上帝呼召之后其实我们是同有一个指望就是主就这一个那个信也是一个，洗礼也是一个，上帝就这一个我们有同一个心志，那我们才能够合一，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嘛，有的人可能当手，有的人当脚你不能说我是左脚我是左脚的我是右脚的，那左脚想往左边走，右脚只想往右边走，不能合一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成为肢体之后，就是大家能够合一。那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成为互补那知道呢，我们的恩赐是上帝给的，并不是我寡高不是我多厉害，而是上帝给了我这样的恩赐。那当然你可以渴望恩赐比如说有人可以在前面敬拜，我也好想你可以跟上帝求可以尝试那当然我们教会的其他已经会的人也帮助这一些这个愿意来服侍的或者说新加入的人也都能够在教会有一个服侍的机会每个人的服侍都不一样，那我们整个才能够完整起来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有不错的恩赐的，我们不是去嫉妒或是排斥他那反而是要去赞赏要更去发掘每个人的一个这个恩赐就好像说你的右手拿到苹果你的左手没有苹果，你的左手会嫉妒右手吗？应该说好开心我整个身体我就是拿到苹果了所以我们不是去嫉妒，而是同开心，说我们教会就有这些有特别恩赐或是有什么恩赐的人，我们是一同去赞赏一同去赞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活出一种很和乐然后又互助的一个，真的很有行动力。因为左脚右脚搭配的好的话，身体整个搭配好，我们就有行动力就有活力。那这样子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好，所以呢，对于这个
不受洗的，我们讲了这么多，那可能有的人还是不受洗哈。那我们当然也要说，其实就算你不受洗，甚至你不认识上帝，没有错，其实你还是可以享受上帝一般的恩典。但是因为上帝他的太阳、他的阳光、空气、水，就是已经都给我们了。那我们可以享受他的阳光，享受他的空气，享受他给我们的水资源等等。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受洗，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恩典否则的话，你就好像去这个高级餐厅结果你只吃白饭，也吃得饱啦但是呢，就是差很多吧那另外也好像你去花东玩去花莲、屏东花莲、台东就玩了，那可是呢，你没有去海边，也不去什么餐厅吃好吃的，就只在这个车上看风景那就是可惜了啦就可惜了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说就是我们共同当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一份子之后其实那个生命是会更丰盛。像我呢，我受洗之后就很莫名其妙的想要传福音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门训这种东西，所以对圣经我也不是很了解，那甚至我还不太懂得祷告我只会一招，就是把人带去教会找他让他跟我们牧师聊天喝咖啡了但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好那还好，这个4年前呢，我们牧师有带我们做这个幸福小组那我就跟着参与跟着在这当中学习。那在当中我学到一个就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跟上帝祷告呢所以特别是为了传福音那个祷告的效果特别好这都会让你有得看见。而且因为传福音呢，我就不会再像以前这样生活没有目标，那也觉得没什么，好像都只是在尽一点本分这样子很无奈的生活下去那顶多找点小确幸那常常都是生活都一直在那边看 DM 或者是去逛街，就是消耗在欲望当中但是这个加入这个幸福小组的一个传福音行列当中，就会开始更去积极的去想要跟上帝求一些勇气啦，一些爱好让我可以去跟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变得更有目标更有目标。而且呢，甚至让我有机会来到台南神学院这边这个学习，也来到台南生活因为我是住斗六啦我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庭，基本上呢我不太可能来台南但是因为受洗之后的一些改变我居然有机会来到这边生活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有机会认识我在台南还有这么多亲切可爱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的开心。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受洗之后，你的生命上是不是可以跟着耶稣来走那我们来看受洗呢，有一些比喻刚刚有提到说它很像天国的门票，确实这比喻其实还蛮贴切的。但是呢，你要记得这只是门票而已一个开端而已一个开端而已。重点是你要进场你不能拿了电影票然后就回家去了你还是要进场去看然后再来就是洗礼洗礼，当你参加洗礼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参加一个移民天国的一个宣誓宣誓会这样，你就是向众人宣誓，哇，你要移民天国了。那移民天国之后，我们可能会有新的生命嘛第一个，你要学新的语言我们移民到英国要说什么？要学说什么话语？要学英语那移民到德国嘞，德语。那我们移民到巴西嘞，葡萄牙语。对，所以我们移民到天国要说什么语言？天国的语言，对，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那就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圣经，所以我们就是要学圣经。那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我圣经该看都看不懂，所以就更要来要来这个主日礼拜，要来参加小组团契更多的认识圣经的话语。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要改变就是我们要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依归。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像为神做，而不是为人做的比如说我们当学生
我就是尽奋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而且诚实的考试，让人家觉得说，哦，基督徒就是有这种好品性。我们不一定是第一名，但是我们有好品性。那我们做生意，比如说以做餐饮业来说，我的食物就是货真价实，就是很扎实，重视卫生，重视该重视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不但对你的生意这是附带的价值啊，你的生意一定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是人一定就会认识到，你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好，所以我们期待呢，大家也可以跟着，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圣经不是那么容易懂，确实因为或者说它很多那所以我们需要来教会慢慢的学习，然后来这边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做那这就可以享受那种即使我们可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互称弟兄，互称姐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家庭，甚至不止我们富强教会啦，我们到别的教会去，那些人一样跟我们是弟兄姐妹，甚至是还没信主的，他也跟我们是弟兄姐妹，他也是上帝所造所拣选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愿我们大家一起用这样的一个心志来特别来不论是对我们自己或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一样把它当作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也活出主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担当一切的咒诅跟罪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污秽，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恐惧、担忧陈明在你面前，也将我们一切的重担跟忧虑都交托给你。主啊，也求你赏赐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欢喜的灵、正直的心意，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聚会完之后就可以知道要彼此连结，或是在我们聚会之前，我们也知道要彼此问候，互相关心，甚至互相代祷。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更刚强壮胆的走在你的教导当中，走在你的光明当中，除去那一切阻挠我们信靠你的迷惑，打破那使我们离开你的一切的谎言。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每次的连结当中都是用和平，用你的爱。我们如果不足，就向你祈求，愿主你继续加添，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真正的献给你，领受你，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加的学习向你。感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我们谢谢雅婷神学生用他自己这么动人的故事还有体会来跟我们说明洗礼的意义还有宝贵。那在今天的青年主日，我也先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青年的影片。
谢谢我们当中的一些青年协助我去搜寻这些照片。那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提摩太牧区的一些情形。那在我自己这1-2年看一些同工还有辅导们的尝试下来，我们越来越明确的抓到我们期望培育我们教会的青年青少年往3个方向来走。第一个，我们看重聚会的时候有圣经还有信仰真理的分享。好，然后第2部分我们会看重教会生活的见证。第3部分我们会看重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基督。因此我们依这3大方向，我们安排每次聚会的内容，包含圣经或是某些信仰主题的分享。如果是要看重教会生活的见证呢，我们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照片，我们办了一些联谊，然后邀请不同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信仰生活中的经历还有故事。然后最后还有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基督呢？那当然我们也会同样，我们就这1-2季开始邀请像基甸牧区或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哥哥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可能感情或是生命的职涯或是生涯的一些选择的课题，让过来人跟我们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怎么样来看待一些我们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那在和雅婷姐还有其他同工一起来侍奉陪伴青少年的过程中呢，就像雅婷姐刚刚分享的，总是从青年们的提问中，我们自己才懂得原来有很多事情自己还不知道，因此我们去学习，因此我们去把这些东西抓得更深刻。侍奉彼此的生命是我们最大的喜乐。那就邀请我们今天一起来为我们当中不管是年轻的或年老的，愿主的圣灵感动我们对主的洗礼有更深的认识。就算是已经洗过礼的，愿主帮助我们回想洗礼那个时候的恩惠。但我们当中若还没有接受的，也愿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知道这一个仪式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接受这个仪式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意义。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之后，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万国万民关键时刻，把握机会做选择。
是命运难逃横间，冠冕红尘难昭示，选择苦难终结希望，虽险迷雾心彷徨，上帝必领因恩献祭，高手看顾他子民。这个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在音乐声中，做一个为我们刚刚的事项祷告的默祷。亲爱的主圣灵，愿你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生命的主权在于你，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也愿你帮助我们，不论是在生命或是信仰的哪个阶段，都再一次的认识到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来拣选你。愿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被信息来提醒，洗礼只是进入你的家的开始而已。所以帮助我们，不论是受洗或是还没有洗礼的，都更深的渴慕你借着圣道圣礼所传讲出那宝贵的信息，使我们在圣道圣礼中，我们的罪恶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得到真实的洁净，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骄傲，能够得到谦卑在你面前的这样子的恩惠。谢谢你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献，此时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在奉献时，我现在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服事同工主理是司礼是吴丽华执事，其他服事同工我们请来参阅。上周牧区出席聚会消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今日是本会青年主日，我们感谢雅婷神学生来主理讲道，分享上帝信息。因疫情严肃缘故，未安排青年参与礼拜服事，但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关怀青年事工，并鼓励家中青少年踊跃参加星期六晚上7点的聚会。好，此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先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报告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为松年主日。敬老名单在今天第2次公布，若有遗漏的，请向办公室来订正。第3点，下主日为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第4点，小会于10月24日召开2021第1次临时合会，相关消息请我们大家自行来参阅。第5点，本会定于12月12号举行圣礼典，请鼓励参加洗礼兼信礼的弟兄姐妹
在11月14号完成报名。第6点，本会各项事工开始恢复运作，请大家详细参阅周报来关心。第8点，敬拜中心的直播系统已完成更新，我们有一些新的系统要做教育训练，安排于10月16下午3点，欢迎有兴趣的兄姐一同来参与。那第10点报告是，下周一11与周二11号与12号为双十连假，办公室同工休假，会有若有急事请与夏牧师联系。牧区团契关怀代祷事项及总中会社区消息，我们自己来看。关于奉献的征信，以上本周刊出的有一些补登的情形，请大家特别来注意。有出入的，请向会计来做更正。好，接下来我们请雅茹传道来做补充报告。好，大家平安。今天因为夏牧师、谢牧师他们前往七美，然后去参与他们一个长老的一个告别礼拜，所以今天是由我来代表在这边做一些侍奉。那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呢？好，今天没有，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再补充一点，今日的爱心午餐暂停一次。颂荣，我们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尊崇你，我要天天尊崇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我们默祷闭会。今天第2堂礼拜到此结束，请弟兄姐妹互相请安问好。